喺資本市場裏邊咧，美光科技、SK 海力士、三星電子呢三家存儲芯片巨頭啊，佢哋喺今年以嚟咧出現咗股價與市值齊飛嘅現象。其中美光科技總市值已經突破1萬億美元啦。咁今年以嚟咧，美光科技嘅漲幅啊，亦都係非常之巨大，成為咗全球市場獨一無二嘅大牛股。我哋睇到喺美光科技總市值突破1萬億美元嘅背後咧，主要與 AI 需求持續旺盛有住密不可分嘅聯繫性啦。同時最核心嘅因素啊，就係美光科技雖然佢係存儲芯片巨頭，但係咧佢主要賺錢嘅部分咧就係高端嘅存儲芯片，咁涉及到 HBM。喺中文嘅意思嚟講咧，就係高帶寬內存。高帶寬內存 HBM 對於 AI 嚟講咧，就相當於係核心嘅關鍵命脈。點解咁講咧？如果我哋可以形象咁樣去描述，如果 AI 算力包括 AI 算力芯片啊、GPU 啊等等，係極速運轉嘅超級工廠，咁 HBM 咧就係決定呢一座工廠能唔能夠正常運轉嘅超級運輸帶啦。由此可見啊，對於 HBM 高帶寬內存嚟講咧，亦都係大模型時代嘅新石油，而且咧亦直接影響住 AI 算力嘅上限。所以咧，對於美光科技、SK 海力士、三星電子，點解佢哋股價能夠持續暴漲呢？ HBM 需求持續旺盛， AI 算力嘅需求持續加碼，以及 AI 基礎設施建設嘅可能性或者發展前景咧，亦都係非常廣闊。呢啲因素咧，直接影響住三大巨頭佢哋嘅走向啦。咁對於美光科技、SK 海力士以及三星電子嚟講，佢哋呢一次嘅估值與股價齊飛咧，邊個時候先係達到佢哋嘅真正嘅瓶頸位呢？實質上，我哋不妨從3個階段去進行分析。第一個階段呢，我哋可以展望下2026年，亦即係今年到明年。咁對於三大巨頭嚟講呢，佢哋嘅高景氣運行周期能唔能夠繼續存在？咁目前嚟睇咧，呢2年時間佢哋嘅高景氣周期好大概率咧可以繼續維持。點解咁講咧？我哋可以從幾方面去分析。第一個原因就係目前包括微軟、谷歌、亞馬遜、Meta 等巨頭公司，佢哋喺 AI 數據中心嘅建設咧，仍喺度不斷咁加碼。第二個原因咧係 HBM。喺 AI 算力裏邊咧，佢依然係具有核心競爭力嘅，而目前市場需求依然係供不應求狀態。此外，雲廠商資本開支亦都喺度不斷上升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導致咗 HBM 嘅需求持續提升嘅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包括 AI 推理啊、AI 訓練啊，呢啲都離唔開 HBM 嘅實際嘅需求，所以HBM 咧本質上亦都係決定住 AI 算力嘅上限，咁所以咧從短期角度嚟講咧 HBM 根本上係唔夠用嘅，所以從1到2年時間嚟睇咧 HBM 應該係冇發展嘅瓶頸期，所以呢個亦都係支撐住三大存儲芯片巨頭股價齊漲嘅一個重要因素啦。咁從中期角度嚟講咧2028年左右可能係存儲芯片周期拐點嘅一個重要嘅觀察點啦。點解咁講呢？因為對於2028年前後，亦即係2年之後咧，全球市場存儲廠商咧，佢哋喺度不斷去擴張 HBM 啦，而且對於整個存儲芯片，佢嘅供需缺口可能喺度不斷收縮，特別係礦產之後，佢嘅需求緊張狀態咧，可係得到一定程度上嘅緩解啦，咁由此咧，亦都可能會加快呢個缺口周期嘅道理。咁存儲行業本質上亦離唔開周期嘅因素啦。咁所以當礦產達到一定程度上，或者市場需求達到一定嘅瓶頸咧，咁可能就面臨一個供需狀況嘅轉折點啦。咁除此之外，從長期角度嚟講咧，2030年之後，對於 AI 資本開支可能會逐漸咁放緩啦。咁對於科技巨頭嚟講，佢哋亦都冇可能持續性巨額投入相關嘅 AI 基礎設施。咁對於 AI 巨頭嚟講，亦都會受到華爾街嘅影響。如果資本角度認為
如果佢哋投放咗幾年時間，依然冇達到好好嘅商業化狀態，或者冇達到好好嘅盈利預期咧，咁可能資本亦都唔願意繼續加碼去投放 AI 基礎設施建設啦。咁對於未來幾年時間裏邊咧，影響 HBM 市場需求亦將會成為一個重要嘅變量。除此之外咧，對於未來是否會存在科技性嘅技術突破或者係技術變革，將會直接影響到 AI 市場或者係 HBM 實際需求嘅變化啦。咁而家 HBM 係直接影響到 AI 算力嘅上限。咁如果以後出現咗新嘅技術突破啊，可以替代 HBM 嘅實際需求咧，咁可能會對於 HBM 需求企業嚟講咧，佢哋未來嘅一個護城河啊、競爭力啊，亦都可能會隨之下降。所以從長遠角度嚟講啊，呢個亦將會係影響住呢啲巨頭嘅發展嘅前景。咁最後咧，對於三大巨體嚟講啊，目前咧佢哋係掌握住整個市場超過80%嘅市場產能，亦即係話佢哋直接掌握住存儲芯片嘅價格話語權。咁對於佢嚟講，之後會唔會持續加碼去擴產，會唔會打破呢種供需不平衡狀態咧？亦將會顯示住三大巨頭佢哋嘅態度。咁如果從中短期嘅角度嚟講咧，三大巨頭可能想繼續維持住呢個存儲芯片高景氣嘅周期，佢哋嘅擴產嘅態度、擴產意願咧可能會顯得比較謹慎。但係如果對於三大巨頭嚟講，佢哋覺得目前嘅市場需求係遠遠不足嘅，或者係市場供需結構係呢個缺口啊，可能會持續存在嘅，咁佢哋咧可能會加大擴產嘅力度。幾時候三大巨頭佢哋開始大幅擴產，市場需求達到一個平衡點，幾時候供需結構咧開始逐漸緩解咧？咁呢個時候咧，可能真係存儲芯片周期拐點嘅道理啦。所以喺接落嚟嘅時間裏邊咧，我哋不妨持續觀察，對於存儲芯片嚟講， AI 資本開支會唔會持續加碼， HBM 嘅核心競爭力會唔會得到取代，以及對於未來三大巨頭佢哋喺擴產方面咧會唔會持續加碼，以及影響到整個市場嘅供需狀況，呢個將會直接影響到未來存儲芯片行業嘅周期拐點嘅發展前景啦。咁對於美光科技總市值突破1萬億美元嘅現象背後，你認為背後邏輯究竟係咩嘢呢？你認為支撐三大存儲芯片巨頭嘅高估值還能夠延續幾長時間呢？不妨大家喺評論區講講自己嘅觀點，歡迎大家關注我節目，我哋下期節目再會。